咱总算要开始介绍台语上趣味嘛咧学咧写诶时阵上有挑战性诶迄个声调。迄个有人咧讲咱台语有8个声调，等下我甲大家介绍。即个声调诶物件伊互咱咧讲话时阵关关价价，迄变化诚济。有一个足好诶咧，你若毋捌听过毋知影你会当去找迄个560条歌当去故乡。你若无听过，也是无啥物印象会当去迄个 YouTube 找看觅。伊即条歌诶歌词自头到尾，你若会晓讲台语诶人，你甲听，伊其实大部分诶音拢参本地咧讲话声调共款。像伊一开始诶歌词讲，行出即个门，我要来转去我诶故乡，我诶家门。伊对头到尾伊拢用念诶，差不多拢用念，敢若几个音小可有改一下安尼，规条听起来做像咧唱歌诶。所以来讲念歌词，我想有哪有淡薄仔道理啦所以咱今仔这声调我才画3条线，毋是讲你听了以后面有3条线无遐严重这3条线代表关音、中音甲低音。咱等者用关低音的变化来理解这个声调的问题。今仔日这段主要就是甲8个声调介绍，互大家知影8个声调的关低音，甲你咧写的时阵用什么符号伫白话字内底用什么符号来代表这8个音。首先第一个是上简单的，咱进前的迄个介绍内底拢无写声调，若无写声调就是上关音。上关音我画一个箭头，伊就是平的关音。比如讲花迄个开花的花，咱若咧写的时阵伊咧写安尼花拢毋免写什么符号，安尼就是上关音花。第二声呢，伊是对顶悬安尼降落来，比如讲稻花的花，伊即个物件伊是撇落来安尼花。即个物件伫习惯注音符号的华语的人头壳内底伊会感觉这是安尼调起去伊会感觉是迄个华语的迄个第二声悬起去，毋是，伊是撇落来，伊是降低，这是花。再来第3条是上低音，伫上低安尼，对一个字呢？你讲开车去载货的货，货伊是低音货。伊即个要安怎写？伊安尼写来撇落来，所以这是货，这是一开始咧迄个小可开一寡时间去熟悉即个物件甲记起来。过来第4个声调是底的中的音，比如讲火老花火。第4个音呢，就是咱之前讲的迄个有 HTPK 做尾音的迄个入声，像即个就是火，伊加一个 H 伫遮，就是即个音火老花火。无就是 good 咱等者用另外一个音来对照good 边仔骨的骨，加骨骨的骨骨头的骨。过来第5声是对即个所在安尼悬起的，对低声到差不多中即个所在，就是比如讲迄个花物件花着的花。即个物件伊参华语的第3声有淡薄仔像花所以讲伊的即个符号做侪人嘛是会起调的，伊毋是勾起伊是安尼一个无滴一个尖尖的无花。你讲较毋用勾起来这就是我即摆要甲大家讲的即个物件。即个物件伫迄个咱的介绍一开始有一本长老教会出的迄本白话字基础教材内底有讲着，第6声即个物件，你若伫一般的教材内底无第6声，伊第6声拢参第2声，佮定写一解。毋过事实上有第6声，讲伫迄个海口腔内底第6声，伊最中佮悬起哩，佮较顶悬，伊比这个较悬。若要讲迄个，我用另外一个音无真爱写袂出来。我写一个安尼，有个人用即个音，即个是啥呢？咱咧讲一般像我家己咧讲的腔我会讲海口腔，我写一个，会写海口腔讲话中部也是偏会变海口腔。若真正海口腔，因咧讲的是因即个海，毋是讲海口腔，毋是有关
对下骹只有海口腔，你毋知有听过无？海口腔，迄个海，迄个就是佫比即个佫较悬，这是起哩，这佫起哩，这是第5声、第6声。毋过咱到时要学的一般的台语的小言较罕你看到人写即个，所以第6声基本上你足侪教材内底，伊会跳转去参第2声共款，伊即个所在嘛是用第2声来做记咧，所以即咱今仔只是伫遮甲大家做一个补充。过来，佚个佫有一个是中的音，即个比如讲迄个花，花，开花花，开花花，因为中的音平平，所以就用一个平平，即个算好记，中平平。第一音即个是无写，即是花，即感觉加花，即上加花，花花花，你应该会听出迄个关键音啦，花花花，就是安尼。像我第8音即参第4音要讲，伊短短爱有关音，伊上顶悬短短咱用即个音台语咱像跳过来无字，所以我用即个，这是骨安尼第8音伊安那写呢？伊嘛是写安尼，但是因为无共，伊较悬咧，撇一撇，直直撇一撇，叫骨足骨的骨，骨里须骨，骨的骨，这是骨，这个是骨，你注意迄个，你感受迄个关节骨，所以咱对头到尾咱来看一下花即个人咧读花，即咱即个声补充跳过花，你若要大家安尼用，伊就是安尼一直用起来。所以即几个音关家，咱搁看一下。第1声无写任何的物件，第2声撇落来，降低音，第3声是降上低，第4声加一个入声的尾字伫遮，第5声回，有一个安尼悬起的音回，第7声平平中音的音回，上悬即个骨，咱用一个较完整的物件咱莫用即几个字，这是头拄我要介绍讲你听，咱若单纯用音咱比如用好我写一解，这个是过来你若一般看人咧写台语的8个声调共款，即个第6音参第2个是共款的啦是为着要念起来顺尔，所以就比如讲有人用做者啥物西虎象鼻啥物货迄个动物嘛是会当，拢做者讲法会当互你记。即个物件我的建议是你莫去怎讲？你需要记一寡物件，但是你爱对即个关键音去想。你首先你第一个爱记的是啥呢？就是即个1、2、3、4、5，第6音无7、8，即7个第几声调，伊的符号生做啥物形，你会小记一下，即几个音，即几个物件，你大部分的人你一开始学的困难就是你会晓华语的迄个4个声迄个4个声调的迄个注音符号，迄个撇起撇落来，迄个大鼓的迄个迄个高，你会互遐弄一个乱去，你就爱参迄个物件做对抗你爱拍拼甲即几个物件记起来。等遮大家若熟以后，咱搁较后壁一段，我再来甲大家介绍讲，遮个音关家，咱伫咧真正咧写的时阵，你会当着本地声调甲伊讲话变化的声调。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比如讲火，稻火，但是你若咧讲，你读这个字的时阵，你分开读叫做火车，但是你袂讲火车，因为你若讲火车呢，台语的人会感觉你是咧讲一台即个物件，载火车，所以你咧较像咧读火车，你即个音就翘起你关音起哩伊会变，伊这字的声调会变，这是咱后一段按算要甲大家介绍的。今仔日这段介绍到这，希望大家开一寡时间，甲这个物件记起来，